金时，火红花正圆。花蕊要开等春天，又想百花满满是。南风吹来清凉味，乌条伴花笑眯眯。恋爱的花蕊可爱，粉红青芳现娇美，约束心爱的人，吐出爱情诗。你我伴相随，永远不分离，永远也是糖蜜甜，真心真爱给连理。花蕊要开等春天，又想百花满满是。南风吹来清凉味，乌条伴花笑眯眯。恋爱的花蕊可爱，粉红青芳现娇美，约束心爱的人，吐出爱情诗。你我伴相随，永远不分离，永远也是糖蜜甜，真心真爱给连理。哎呀，我你搁遐笑啦！无啦，我毋是咧笑啦，我是咧讲吼，即个公园啊，安尼无大无细，等下若转来的时阵吼，我一定要骂两句互你听啦，吼。啊，等你即摆人呢？叫我甲拍走去啊！哈，走去啊哎呦，哎呦，免烦恼啦，伊连伊倒转来啊啦。安怎？你唔感谢？无啊，无啦，我哪有啦？春花啊，你自己放心啦。以前吼，阿公吼袂了解啦，啊吼比较安尼对你较无理啦，互你受真济委屈吼。阿哥啊，嘿，你今仔哪会用甲我讲这个话？这段时间吼，你甲大哥的吼，两个人所做所有的代志，阿哥拢藏伫个眼内啦。恁两个确实也是清清白白的，我嘛知影。啊，这个话哦，我应该哦，两早就爱对你讲啊，就是哦，我哦爱面子啦，啊，你讲袂出嘴啦。春花啊，我今仔日实在是哦，诚心哦，诚意伫要甲你回信嘞。嘿，阿哥啊，你莫讲安尼啦，哦，你若甲我回信咧哦，我会去互天公伯爷讲啦。只要你若会了解，我就足欢喜啊啦。乖，真乖真乖。我伫那哦，即摆阁变安尼啦。阮弟甲一家人安尼伫咧拖累你，我哦实在对你真袂得过。哥，你莫讲安尼啦，我家叫做地大树，就是姓地的人啊。无论伊一世人是要认定我，还是不爱认定我。恁所有姓地的一家伙啊，我拢会照起工啦。春花啊，大树的代志哦，阿哥互你靠。不要紧啦，迄无代志啦。敢若风台拍过，我来捡捡的。安娜，这首好看无？
哦，是安怎？你是毋是无爽快？无啊，无啊，真好看，真好看。你是毋是会忝？袂啊，哪会？哎，支持人的是你，毋是我，我哪会忝，对吧？好佳在哦，一世人敢若结婚一摆啦，若无实在会忝死。啊你毋是阁有几项领要换？去换。好啊，你搁坐者吼。嗯。时间要袂赴安尼，好啊，上落遐袂啦。好啊。拍手较紧嘞。喂，陈小伯啊，是你？好好，我随去。爸母，我有代志，你先去啦。文华，陈小伯，文华，你出街是走得倒啦？村长嘛四界咧找你呢。这我知啦，不，因三仔走到无看半成啦。你唔知哦，今日是俊男甲丽玲结婚啦，今仔大家拢伫咧活动呢。俊男甲丽玲结婚，是啦，你来拄啊好，啊无咱斗阵来甲留底一个啦。我无迄个心情啦。手边啊病甲最严重，我是来甲因通知的啊。手边破病。新妇高俊男，信女蔡丽玲，恁今日会当在佛祖面前举行结婚典礼，佛祖为恁做见证，就表示恁两个人之间有真深的缘分。为今日开始，恁两个人爱爱惜这个缘分，做伙建立一个完美的家庭。王小姐，你伫忙哦？我忘记阮小弟啦。忘记恁小弟，安尼你一定是足思念伊，才去梦着伊啦。你放心啦，拄则医生有讲啊，送你来迄位丁先生已经通知恁厝内面的人啊，所以你真紧袂使看下恁小弟的啊。你不要去找志强，袂个，我免互伊知我白干的。护士小姐，护士小姐，我拜托你，俺小弟若来，我拜托你莫甲我讲我的病情。好，你先倒咧，我袂甲恁小弟讲啊，你放心，你先倒咧休困，你先好好休困。志强要来，我免互伊看我安尼，我袂。变假，我会变假的。袂，我袂互志宏知我病到遮尔啊重，一定会叫我住下医院。我袂用增加伊的负担，袂用。
是痛苦，让你安尼活起。王小姐人咧，敢会走去？是你来啊？王小姐，我嘛唔知，拄则还佫伫，即马摕好了，都无看人啊。哪会安尼啦？因伊拢赶走，邱平敢会离开啊？啊，你紧来通知医生。哪会安尼啦？邱平伊是安怎要安尼做啦？伊到底是安怎啦？我咧想哦，一定惊叫志强知伊的破病啦，惊影响到志强的读册心情。啊，应该有若走无远，有咱紧仔甲找。好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。鱼要开等春天，忧愁百花满心。准啊，这么你着人伫内面，我代替伊做一点工作，你爱好好听一哦。阿伯有一句话要送互你：红某，动感强好。丽玲啊，人咧讲夫妻牵手成家。知后吧？这无交因少年的，咱是来走。哦，先来走哈。爽，我甲你讲一个秘密哦，阮大要送你一个足稀罕的礼物。你要送我啥物礼物？即马讲着无稀罕，等下你就知。也毋过我小等叫你目睭揢揢的时阵，你一定要揢揢哦。是啥物啦？来，先讲一个啦。咱出人结婚，莫安尼啦，不欢喜的。爽，你目睭会用擘开啊？这是咱兜，无带你来这边倒。咱兜，你是讲？无毋对，我已经向银行贷款，甲这间厝买倒转来，而且即马嘛已经过互你啊。准啊，你是啥物时阵做这个代志？是安怎拢无互我知影？诶，这间厝吼，我已经买8个外月啊啦。我讲准然吼，最近常常只摒扫呢，要互你一个 surprise。准啊，多谢你。哎，你是我家己的某，讲啥物多谢？只要你欢喜就好啊。阿爸若知影这间厝是你买转来，毋知会有无欢喜？我嘛就欢喜的呢。我甲阿强吼，分你的福气，嘛搬来遮大。俊龙兄，我要倒来去。阿强啊，俊龙兄，你要讲啥我已经知影，你免讲。我嘛无方便踮咧离这间厝伤久。阿强啊，今仔日是俊人甲玲玲结婚的好日子呢。好了，无要紧啦。阿强，我知影你来到这会想到丽玲老爸甲你家己的爸母，无要紧，你先等，啊？好啦，你等去休息的，明仔载吼才搬来大。好。我嘛无可能搬来遮大。俊人兄，我等来去哈。阿强，阿强，阿强！哦，阿强吼，甲带家温婉吼，毋知当时才会放袂。阿嫂，倒来，你今日无用规工忝啊吼？
你休困一下。暗时哦，我免闹洞房。你免闹洞房？当然啦，闹者啊，吼，你困一下。这里啊。这就是秋萍咧住的房间啦。因为有来过。爱敢无转？无啊。这是秋萍做的手工。对啦，迄秋萍咧做的啦。哎呦，这查某囡仔受够可怜的呢。啊，讲要甲因小弟欠一寡学费啦。啊，日时啊去工厂上班，暗时啊就搁摕假工倒来做，逐工就做到3更暝半，莫怪身体会歹歹啦。秋萍是安怎要安尼辛苦？就算要为志强欠学费，伊翁嘛应该甲斗相共，是安怎放伊一人安尼辛苦呢？因翁，啊，毋是离婚啊？毋是啦，我是讲伊搁嫁迄个翁啦。伊批甲我讲，因翁真疼惜伊，因过得真幸福啦。伊啥批甲你讲？讲伊搁嫁翁？等伊来住我遮后，住3、4个月啊，遐伊拢家己一人伫住，伊当时嫁翁？你是讲秋萍伊无搁嫁？啊，我知，一定是你甲伊骗的。秋萍，你啥人要骗我？你到底是为虾米啦？这我咧想哦，一定是讲伊有病啊，无互你知影头间病，要你死心。就是因为伊有病，佮甲输到我会伫伊的身躯边照顾。你啥人要骗我？你啥人要安尼做啦？文豪啊，你对秋萍是真好啦，但是你家己嘛有讲啊，你讲恁老爸老母也唔接受伊啊，秋萍会安尼骗人哦，一定是讲哦，叫咱莫替伊烦恼。伊的病遐尼严重，人佫失踪去，我免来袂烦恼、袂伤心啦。安尼讲嘛对咧，秋萍哪会遮浅想咧？我看，敢也无早，无你明平哦，电话莫留着这个头家娘啊，苏头家娘，若有转来，才打电话问安尼好。哦，安尼好啦好啦，要无你电话留互我，若有消息我随时甲你通知啦。这是我名片，你先拜托。免客气啦。哦，真麻烦你啦，好，多谢。啊，咱行吼。文华，你千万人有知讲你拄着我。春林妹啊，你是惊春林嘛知你的消息会来找你？我是安尼想着。春林妹啊，人春林嘛人遐尼好，搁遐尼关心你，你莫一直闪避伊啦。你应该早点去团伊，毋才对。阮的代志哦，你袂了解啊。春林妹啊，无得甲你甲春林嘛误会，就亲像我甲秋萍共款。像咱莫讲这啦，你赶紧转去找俊男啊，找志强，甲秋萍代志讲我听，叫因斗找啊。好，我知啦。什么？你讲我来这条感情？在乎？你什么时阵知影？你现在到即摆甲我讲，你现在到即摆甲我讲啦！志强，你较冷静下啦，我嘛是今日才知影，是春林妹甲我讲的啦。我来这今摆什么所在？你这摆什么所在？我嘛唔知啦，我甲春林妹看啊病性，伊就一定离开啊啦。是，你啥要安尼做？你啥要这样讲啦？我要这样严重，要不然我知你什么所在？因阿姊根本就无结婚，伊是为着要我较自然对伊死心，才会小白骗讲伊一定结婚啊。啊，搁有，伊为着要准备你的学费，伊来做物仔做我身体拢袂堪的，啊，搁唔肯去病院治疗啦。阿姊，你为了牺牲这么大，叫我要咱承受会起啦！这个物件甲色彩都是我上喜欢的，你是个足好的，足体贴的。莫安尼
讲，这是我应该的。为今仔日开始哦，我会互你过着无烦无恼的日子，而且要互你受到一点仔委屈。多谢你。真正来劳动房嘞！来啊来啊来啊！对，插啊！你嘛较拜托的，劳动房有这招哦。我唔是来劳动房啦，我有一个歹消息，秋萍，秋萍安怎？秋萍得着绝症，而且哦，佫失踪去啊！伊写尾来吼，讲伊嫁互别人，嘛是甲咱骗的啦。谁甲你讲的？文华甲阿强啊，伊在楼骹啊。文华，喂，文华。秋萍得着绝症，又佫失踪，而且无嫁互别人，代志哪平安？为什么？文华，紧甲讲秋萍的代志，紧啊！俊达，你较认真的啦。你紧讲啦！秋萍真是得到危难啦，而且伊无嫁啦，伊是为了要咱两个死心再骗咱的啦。秋萍，你想哪要安尼做？你想哪要安尼做啦？喂，你莫伤心啦，秋萍安尼做是要成全你甲丽玲啦。成全我甲丽玲，刚讲丽玲需要人照顾，伊就无需要笑，而且伊即马搁发生这种代志。秋萍实在真讲，敢若会去想到别人，拢无去想到伊家己。我要来找你。走，我甲你做伙来找啦。我嘛要去。哎，大，今日你新婚呢，你去放另一个人，啊伊是安怎？你放手啦！俊达，我甲志强来就好了，伊留去食陪丽玲。你莫啰嗦，行。大，你袂去啦。放手啦！你莫走动伊啦，自然不但爱去，我嘛爱去。丽玲，你秋萍的代志就是咱大家的代志，今日咱今日去找伊啦。好，行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。伊要开单春天，忧愁百花满心。哦，真正有够忝的啦！那病医附近拢找透透，我找无人，腰酸背痛。秋萍走啊，现是走去倒啦。俊兰，你莫紧张啦，咱都已经报警啦，我相信真紧就会找到秋萍啊。哎，文华，你不是讲川柳伯最近病院做清洁工？咱袂记啊，拄好问川柳伯看有秋萍的消息无？伊若有秋萍的消息哦，伊会甲咱通知啦。咱拢在遮，是要安怎甲阮通知？你讲嘛对吼，伊若有消息一定拍电话去阮厝，我紧来转来。对啦，船长嘛一直伫咧找船长伯啊，拢找无伊。啊，即摆咱有船长伯的消息，好柳，你看咱是毋是应该通知船长嘛？当然爱通知啊！万一迄船长伯甲秋萍同款，偷偷走去，是要安怎？我来通知船长。啊，甲咱讲伫咧台中啦，啊，害咱咧找几啊工找也无。白走的。啊，有人寄红贴仔来呢。安尼哦。诶，啊，敢若是俊男甲丽玲。前几工仔吼，伊甲我电话联络的时阵吼，有甲我问咱遮的住址啊。对，我看卖者。是毋是啊？有听哦。真想影因两个要结婚啦。哎呦呀，真好，咱一年来都青草头好食。哎，过当时要结婚啊？哎呦，啊系啊啦，昨昏啦，安尼就过去啊。什么？昨哦？哎呦，哎呦，无怪啦，我昨暗咧互目睭皮安尼直直跳跳跳袂煞，啊
啊，我知影啦，我来就是要跳啊了，无青草通好食啦。吼，我讲这大块的吼，一日到暗吼，就是吼想要食青草啦，啊要食青草吼，毋较简单，摕钱来买就有啊啦。你爱摕钱买哦？要安怎来？你要互我吼？要互你食，你甲我当作讲我伫咧开银行呢。哥啊，咱昨昏就讲昨昏要倒转来就好啊啦。啊，但是若慢一工吼，啊遮要紧的结婚典礼煞无去，啊你对人足歹势呢。哎呦啊！啊，咱这回吼无去参加结婚典礼就无要紧的，等下后摆吼再去参加就好啊。后摆，阿哥啊，你讲安尼就毋对哦。你的意思是讲吼，叫俊男甲丽玲吼离婚，搁再结一摆。你哎呦，老三八啊，老三八，食到我愈来愈三哥八啊，你可唔好安尼。阿哥啊，你这摆你上着，那这间规间厝内互你上大，好东西啊，无人敢甲你骂。你都讲出我的心声，老三八。18，够衰啦。12岁。欠下啦，对。阿哥啊，老巴肚足枵啊！恁两个妈个一直耍落去，敢若囡仔咧。巴肚枵毋着甲我讲，我甲你讲。叫阿公去煮呀，我来煮啦。啊，搁等你煮就袂好吃啊！我真正枵甲咕咕叫呢。啊，无来买便当较紧，吼。来，便当较紧咧。我去买，等钱吼。我若搁摕钱互你，我就家己来买较紧啦。无钱要紧啦，我才先摕去啦。歹势啦，啊用你的钱，哪有要紧啦？参啦。钱啊，你先啉啥啦？我说毋知你摕钱。哦。我才好。老大人拢较功夫啦。安尼吼。哎呦。一円哦。啊，搁一円哦。哎呀，哥啊，我等下你摕过来，真正会枵死哦。我是啦，都是啦，来安尼啊。阮嘴烂哦。我这钱拢淡淡呢。说毋知大个人吼交老官啦，伊交着官啦。交官？哎呦，这我什么臭毛毛皮来头？哦，会错吼，小等下便当来买回来恁两只。无啦，阿哥，我的意思。阿哥啊，安尼歹势呢，用你的钱，吼，别紧啦，啊，等我啉才算就好啊。啊，好啦好，啊我纯粹啊，就是要买凉水哦。好啦，我知。阿娘嘛，阿娘嘛，阿刘啊，你哪来啦？我是专甲甲你讲吼，传你爸的代志啦。你找着阮来兄哟，啊，哪来遐要顿？你即马吼对便宜替人摒扫，做清洁工啦。歹势歹势，会少问的吼，我要来遮找一个清洁工，叫做郑大秋啦。啊，恁是？我是伊的看守啦。啊，我是阿哥啦。我毋知使甲伊见面一下无？地大树今透早已经辞职离开啊呢。好好啊，莫搁讲啦，阮母较好。大个，安怎有借着无？啊，著搁问。大个啊，咱即摆走路，咱底下地方起无所谓咩啦？再搁想办法来。
敢是水果人咧搬水果。大个，去个你捌是？唔是拉巴哩尔，我今日走路拢是因我做事。我来教示者，等下，来甲拍电话。俊男兄，是安尼警方还要敲电话来甲恁通知啊？敢会找无？无，搁来试看卖。志强，你已经遐尔忝啊，先休困一下啦。你若要找哦，小等咱才斗阵来啦。对，陈女士来了。陈女士，来倒茶嘛。来，志强，来，阿哥，我甲恁介绍啦，伊就是我电话中有甲恁讲过，阮阿哥啦。哦，阿哥你好。阿哥啊，伊就是新郎俊男啦，即个新娘丽玲，伊就是秋萍的小弟叫志强。哥。恁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哈。哎，请坐，请坐。多谢多谢。阿宝丁坐啊。宝丁啊，宝丁，你的脚有去较好无？我这个脚哦，可能永远拢袂好势啊。即摆拢有咧做福建啦。加油哈！多谢多谢。川柳嘛，好友敢有甲你讲川柳伯的代志？你敢有走去找伊？有啦，哪会无？我唔知吼，川柳伯佫走去倒啊？啥物啊？川柳伯佫走去啊？为虾米咧？我嘛要问为虾米？本来我是足烦恼，毋知安怎过日子，互人拐出来以后，一定足失志的，毋知安怎食，毋知有通穿无。也毋过，既然都无需要我关心，世界早互我了，后摆我无爱搁找伊啊啦，我嘛无爱为伊费精神啊啦。春花啊，你哪会咧讲即落话啦？你袂记知影讲阮大舅啊吼，对你有误会，毋则无爱甲你见面。就是安尼，我才会愈想愈艰苦啊！我甲伊20年的翁仔某呢，敢讲我的做人伊拢袂了解。我本来是讲要紧找到伊，甲伊解释互清楚。啊，毋过我即摆想想的，我也足忝的。我会当深深体会，人的感情是会改变的。既然伊都无爱治我就爱看破。春花啊，莫阁想遐济啊啦。对啦，阮大舅啊吼，无遐尼恶质啦。春娘嘛，你的情形哦，甲俊男情形差不多啦。啊，俊男甲秋萍哦，秋萍走去啊。秋萍拢还袂找到人晓。说讲天公伯啊，实在是足爱创治人的啦。秋萍是一个遮尔好的查某囡仔，啊，身世遮尔可怜，即摆搁会念着遮尔重的病情。人才讲水人无水命，也毋过吼，你若只所有的希望拢伫你的身上哦，阿强，你都要好好做，你来试看。我知影，我会做互看。但不过阮阿姊若是无爱倒来，我安怎做伊嘛看袂着。包青的水果吼，来，看是冰冻乌珍珠啊，雷山的水来，还是番麦王来啊？好，吃水果来。老舅啊，初冬也会做呢，过牙就互人客咧。我较早选举，无啦，今算半工啦，好，辛苦啦。明仔开始吼，一工2000块啦。哇，对，我明仔早起就来。好，再来。好，谢谢哈。谢谢来，这边上。来。刚刚有人在甲我对，神经过敏的款。是你，两副无看哦。你们啦！
大你就知啦。敲着咧，卡着要创啥？高俊南即摆事业做啊真会用力啊！伊有早才甲带甲厝尾倒转去，我相信以后钱人甲讨倒转去啊。又够卑鄙的！你要甲俊南强悍？你小人，你不是人，听到？大爷，电话通啊。喂，一声。哦，稍等下，我来你电话。喂，高俊南。什么？地大树？300万？喂喂，啥乱啦？这个人打电话来讲，船长袂伫伊的手头，叫我传300万换伊性命回来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，要开单春天，忧愁百花满满心。创啥要搬来遮啦？你捌啥？搬来遮毋则袂叫贼头装着。恁两个少年，古早人有咧讲，少年若要一变戆，路边老有人讲，就是咧讲恁即款。要食就食，莫啰嗦啦。若毋是看伫你计着300万元主上哦，互你食物件，食股你就无啦。少年，恁敢毋知影放票做是偌重？若去互掠着哦，恁一世人就乌有。阮爸阿母啊吼，早就我当做有生无父啊啦，乌有就乌有啊，有钱上好啦。咱一世人食偌济，趁偌济是最好好。啊，恁对振荣做即款代志，到时若逼叫警察抓着，是要替恁两个打，还恁两个替伊打？大无讲钱条要分咱偌济啊？你掂掂啦，大个自然有伊个拍算。哼，唉，拍算咧真久咧啦。安尼好啦，等下有机会吼，我再替恁问看卖，看恁有通分偌济。你来咧真拄好。啊，听讲我计来300万吼，来请教者，这两个少年有通分偌济啊？我的代志我家己会晓处理的，你莫讲一寡五四三，要煽动这两个少年，啊若无你拖袂掉，恁才有安那计划去办代志。是。郑大舅，你真牛吼，会晓甲迄两个少年的洗脑夹住下。你放心啦，只要我振凤了伫哦，你这世人啊，免想要好食困。船长嘛，你莫行来行去啦，先来坐休困啊。我坐袂牢啦，即马大树伫遐歹人的手头呢，伊有性命的危险啦。即马俊南已经去装钱啦，遐个歹人摕到钱哦，一定会放船去爸爷转来啦。你有代志，你放心啦吼。哎呦，大树啊，你是安怎哪会欠啊遐尼济钱啦？即久咱哦连3万都无，你留迄个300万啦。阿哥啊，莫搁念啊啦，遐无够啦。有影就对哦。阿哥啊，喂，大树毋是欠人的钱啦，是遐歹人将大树绑起来，为着要甲俊南抢遐钱的啦。你连到要抢遐俊南，应该是爱掠俊南，啊是掠丽玲，毋知对，谁来掠阮阿兄？哦，我知，敢袂是讲因无机会通好掠因翁仔某？啊，知影讲因有熟识阿兄，毋知掠阿兄准多少？啊，照你安尼讲，地大树毋着足衰。我阵只啊讲了嘛是有可能啦，船长爸爷发生这个代志，可能是阮去连累着伊啦。即马俊南已经去装钱啊，恁大家莫烦恼啦，应该是无问题的啦吼。真的，真烦恼。啊，有钱啊，咱无紧来甲伊换。你莫着急啦，伊毋是叫咱伫咧厝内底等电话，听伊的指示。啊，电话拢无等呢。无要紧啦，莫着急，哎呀，唔卡来，想要等等。我来电话啦。喂，高俊南，你300万大概传好啊吼？阮钱已经传好，即摆要安怎？只要恁甲人放倒来，这钱就是恁的。好，恁
你等者。喂，我就是拜托的啊，有人甲你无冤无仇，你莫该安怎？你放心啦，你只要乖乖甲钱予我，我就将恁翁放倒。钱拢甲你传好啊，你袂去伤害伊哦，拜托的哦。好啊，你即摆有钱摕到福源宫的大门口。我一个人，我会去啊，我会去啊，哎呀，拜。阿姨是毋是叫做安春花？你要找我？这里互你看。安尼？啊，这是谁要摕互我的？这个人。你朋友无？无啦。你去走去。哎呀，哎有看到恁无？伊知影咱即摆要抓伊，应该是有看到。安尼系啊啦，安尼大树会搁较危险啦。村长嘛，我拄看一个查某囡仔摕纸条互你，啊，你看写啥？伊讲叫我去溪底厝找一间大红纸的干妈店啦。大红纸的干妈店？啊，村长袂敢会去有关系啊？赶紧救人啊！哎，袂用的啦，伊有规定讲，干那我一个用的去尔，咱若规定拢去，大树会搁较危险啦。也毋过即摆即个情形，你若是一个人去，会足危险的。无论偌危险，为着大树的，搁较危险，我嘛爱行一逝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伊要开等春天，忧愁百花满满心。四界拢有大红纸，不过拢毋是干妈店。啊，这个是册店，嘛是干妈店。头家，头家有伫。头家是我啦，啥代志呀？啊，毋是你要找我？我无找你啊。哎，啊，你毋是大红纸，有代志甲我要约束。红纸毋知送打的，毋是我打的啊，我毋知咧。你是毋是好多红唇花？就是啊。你的电话啦？哎呦，我毋捌你啊，电话乱拨。喂。红唇花哦。我就是，啊，我钱已经赚嘞，我哪人呢？啊，你嘛较细声的，我甲你讲哦，你即马随赶到海水的场，啊，若无恁翁就无性命。你若敢报警，你甲我试看卖。
哥啊，这门海水浴场要落去。哦，啊，这条落去哦，就够啊啦。这海水浴场无开放哦，你就较注意哦。哎呦，阿海啊，敢会走过头啊？咱拢无看海水浴场啊！少年呢？阿哥，这门海水浴场要哪行？你讲啥？海水浴场啦！你去遐要创啊？哎呦，你紧甲我讲啦，拜托的啦，紧的。我是要甲你讲吼，遐今年无开放。你去可能嘛无法度入去。你要去甲我讲哪念？我哪有今年无开放？较紧的，我10分钟内底看到位紧的啦。遐歹，问别人。莫啦，拜托的，这拢无半个人啊！拜托你去甲我免落去啦。这条咯。哎呦，等下。安怎啦？紧的啦。我是讲吼，这边路较远，较好行。啊，这边吼，时间较紧，路草较歹。啊，我想要行倒一条啦。你家己想话我知。这300万若摕过手，唔知你怎处理吼？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？难讲你袂信任无？无啦，我哪会敢？我这世人上讨厌就是袂过紧啊！你安怎做，你家己爱知影。哦，我知啦。别冲啦！叶大手，恁某洪春花小等就传300万过来。你嘛伫遐受工，想要走？阮某已经甲我离婚啊，我甲伊无关系。你有啥代志找我，莫找伊好。我找你要创啥？你也无钱啊啦，一箍人溜溜啦，你有啥物事通学我？我定不亲啊，一世人喊你拜托啦，你互我拜托一摆，莫为了我这艰苦人。钱若到手啊，我才好啊甲你讲。啊好，后倒摆起来去载洪春花过。好。头家，借问一下哦，你这条安怎是？哎呦，今仔哪为着迄个红纸条来咧问我啦？安怎？有人安尼问许？是啊，有一个查某人在问啊。心肝一甲皮箱？是。落尾哦，内底接一个电话尔，接是安尼中央处理，讲我伊个海水浴场。哎，头家，电话借一下。少年，拜托我咧找海水浴场，你甲我载来去，较紧好无？亲像是无意义的言话，唔通来恶淡我的生活，我的一切该问的其实你拢问过。关于爱情，甲人讨论只是假假，两字缘分啊，是最后的我的解释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竟赐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，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完整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，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完整。伤多，心酸像雨水已经落地。既然是我家己的生活，请你相信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。关于爱情，感谢过去你的奉陪，一句真心。